嘉玲帶淚談被綁架話，偉仔驚我跳樓啊！歷盡人生高低起跌，當年東周刊封面事件，前晚播出嗰集最佳女主角，嘉玲再次重提舊事，話感恩嗰次事件嘅發生，令佢重新認識自己。佢話90年因為佢拍一套戲，俾4個人綁走，仲影埋相，仲爆佢知道係有個人指使，可能想攞佢出嚟殺雞儆猴，仲強調當年冇被侵犯。出現咗東周刊事件，偉仔不離不棄，仲話唔再拍戲，陪嘉玲去另一個國家生活。就算偉仔出去拍嘢，又會叫啲朋友陪住嘉玲，驚佢喺18樓跳落嚟啊！不過嘉玲前晚爆咗，冇拍嗰套戲係《省港旗兵》，曾經監製後3套《省港旗兵》嘅蕭若元，尋日話套戲係由84拍到89年，時間唔多吻合。咁而佢嗰件事發生咧，就喺1990年，咁好明顯咧就係記錯咗啦，係咪啊？即係而且咧當時咧即係麥當勞同我嘅背後老闆咧就係呢個嘉禾咧嗰陣時話事嗰個人咧就叫本地製作話事嗰人叫周定鳩根本同劉嘉玲都係老友到不得了。我呢度明嗰個，你哋叫嘉玲諗清楚啦。嘉玲尋日都醒起記錯咗，同我哋講嗰套係蔡志明嘅戲，戲名好似係88年嘅《我要逃亡》，改由葉童頂替，但係02年流出嘅相就唔關蔡志明事啊。